原来是你们两位来了，正是我们儿孙来了，来了又来了吧。妈妈，我们今日地位可不平光亮啊！我们替你请了一位陪人也来了。陪人也，快请啊！不过这娘，苏三姑娘真有病哦。既是有病，那我们就下次再来吧。你玩耍什么花俏？刚刚王三公子还为少你这个，哎呀，这个日子让我惊奇款款，他才能出来接你们啊！算是你们的勇气，也是你的勇气。hai位师兄，既是苏三有病，我们不能使妈妈为难，累个方丈，下次再来就是。哪里是苏三有病，是妈妈有病哦。妈妈，她刚才吧有声有笑，真是她有病。她生的是您之病。师兄，妈妈是吃龙桥，这位苏三姑娘一定是生意上去了。王师兄。娘。
师兄有往我吃。这里与苏三姑娘陪你谈心，我们到二院找自己的心上人去。哎，公子，请啊，请。法名苏三，哦，对，是叫苏三，是叫苏三。我已经知道了，今日就是慕名而来呀。望京楼。满身是菜。
为姑娘，姑娘啊，我要想公子还讲什么？我要想金水长来花，买把姑娘是罗莽。你解救清醒！来，你要快，莫非受伤怠慢不成？不是，这个怠慢，为我今日要走呀？是，我还有事就此告辞。那么这些银子就作为走次。哎呀，受不了！受不了！哎，公子，妈妈，我帮你把公子明天再来。明天来，妈妈，你交上了好用，可不要忘了我们的好事啊！我家三姑娘已经听着，当然忘不了明亮的好事。明天来啊！哎，明天来啊！哎，送卡。想不到花路上中，人为好，三镇海味美酒佳肴，同往苦城安排，马上修笔，红中高手。哎，王公子怎么还没有来呀？王公子他不去来山给我今早，不知他当来银子多少？哎呀，妈妈呀，妈妈，36000两即刻就到。哎呀，36000两，不请了一个贼人不上，可惜我这吕城院的地方太小。刘春元地方小不要紧，只要在后花园少起来不儿了。哎，妈妈，你看可好？好，好，爸爸。
再叫王公子在后院给一头把花亮的。哦，也太好了！哎，苏三姑娘王总都要放上金杯一盏彩杯彩杯。好啊，好啊！这边大生意可是我们替你拉来的呀。哎呀，我家三姑娘有金天子，当然忘不了你俩的好事。好，一言为定，即日动工，发下银子即刻动工。只要吩咐们，马上就照办。哎好好好。哎，王公子来了，银子也来了。虎牙相迎。来，哪里有真心就挂了没？
牛郎城，牛郎什么呀？妈妈，我已经将帅的改名要当成了。啊，连名字都改了。是啊，是金库送花上来，在四目相许，一花一名。妈妈，你与我少他银子无量。少你无量，多的公子，妈妈少你。这，哎，你倒真想要5两银子啊？快子。怎么将金库换下来去？身上没有银子，你还摆的什么架子呢？妈妈，没有你的事，不要你多嘴。王公子啊，不瞒你说，苏三不肯再接别客，我那一上您的金库啊。妈妈，公子带来了36000两银子。对呀，我带来36000两银子，一年里到难道都已用完不成？哎呀，我的王三公子啊，36000两银子，哪里能花上一生一世啊？我为你定了不少银子呢。不要啰嗦了，我在写信回家去催，银子接着血口寄到。王金龙，当开天窗4两瓦，你下了许多心去，连一分银子也没有打来。哼，我现在已经开不出门来。这里是妓院，不是监长。公子，王金龙，你银子打来的嘛？要是没有啊，怎么样？我帮我妈妈付钱。公子，想不到神经是次待我。哎呀！想当初，我最高山媳妇御用金辕门，8日奉人效力人，王八的人连生，暖不日自无造，再给一首各花饼，西马金杯与鸟在，一马吹过与彩屏，想不到自己唯有1年整，36000人举一花会人，8日4里彩别金，人也相随真心人。劝公子莫为此事太痛心，苏三与你早生命，归来园中情丝家，自从名字不从情，想你年少放青春，原应该来自都是金发
分，请来昔日聚地，公子啊，不是早日为暖尽。真人恩心，蜀山也不愿公子离去。怎奈你哪有人娘去妈妈使用？咦，想我你不寻去我不少人粮，对我前去问他们讨完一了。哎，公子。你差异，你不听是家人去用家不听提去的是去家。才是别情，全公子为家多事去功名，蜀山立志常相守，愿力金榜照一名。当那日名正一人来出生，我与你夫他无人永安情。看你说的有理，孝顺证明就是这样谁好。只是我要为国难君啊，路途遥远，没有过在寸步难行啊。去陪我人呢？这乃是上帝让你们的心爱之物，使不得。既已永结同心，还为什么礼物？是我金龙谁自有悔？只要公子别忘看他此事，不怕蜀山一片此情，也就是了。不学三经，蜀山，今天本是你万元之日，怎么你忘了先去万元进香了？饺子已在门外等儿。
公子要为暖气，传旨不忠。我正苦趁少相出门之便，想愿望姐妹上家人娘。妈妈，我先去。好，哪里？你快陪你弟弟先去烧香玩游啊！弟弟，走吧。少爷子，我去就来。当初有情尽得意，此今不见被小人欺。王兄，哪来？什么？银子啊！我刚才不是已经说过，银子家里就会寄来，我现在就要。现在没有。没有，你我走。走，就是要走，也要等三弟回来。没有钱，万一什么三计四计，你走不走？不走我走了。走。哎呀，我管你！哎，这是什么？哎呀，王公子啊，我是与你开开玩笑的。哎，我知道王公子有的是钱哎。啊，这是蜀山姑娘的首饰。哦，不要脸的穷光蛋，偷我姑娘的首饰，你还不给我滚！哎呀，走！我调虎离山妙计用，专治穷鬼王金龙，蜀山同法看来紧。老娘的好家好啊，用啊！此君今有这样巧，巧女公子在关王庙，三姑娘几次三番相托告，求我要把三郎走，这正是得破挑夫行刺，我立刻到刘城院中把行到。他咬着牙怪不出声，我当断比别难消恩，难消恩。妈妈，死小鬼，你的人生气啊，把老娘的脚也打痛了。哎，你来做什么？我接三姑娘送信来的啊，送信哦，我是送花。哎呦，他看也不肯进，晚送什么花？哎，
在房中，3天不能起过床，越哭越恼发蓬松，有3餐不肯吃，要他即刻死不中，死不中。那你劝劝他呀？哎呀，我硬的当了女人的好，手动了这根不中用中用。妈妈不用担心，我经过替你去劝。他连我的话也不肯听，你怎能劝得进他？哎，晚上让我再去当他一本，不怕他不起来。你看，哎，妈妈，哎，妈妈，哎呀，妈妈，妈妈，三姑娘是你刘春月的要钱子，万一耽误了身体，你妈妈去讨谁呀？妈妈，不是我经过夸口，只要我去劝啊，只要3言2语，报他为心准意。哦，要是你真的能劝得进他，妈妈也少不了你的好处啊。哎呀，有什么好处啊？这里1两银子，他少，那么2两，不够，好3两，5两，5两，要是劝得进他，5两就5两，一言为定，谁会拦你？好，我要劝了，那你快去避开呀！咦，老娘在此何方？妈妈在此，我就劝不进他。为什么？哎呀，妈妈，哎，生要离，死要避，你妈妈在此，就是劝醒了他，他也不好意思答应啊。哎，我哎，要是劝醒了，他来叫我啊。哦。三姑娘，三姑娘，进宫里来了。三姑娘，你的喜信来了。哦，我被王公子留下了。公子他，进宫里他怎么上家？公子他怎么样？他现在是在哪里呀？公子他是在一位王爷府里呀。王爷府里，公子他从美色起都，在京都有一位做王爷的亲戚。提起那位王爷啊，三姑娘，你也知道的，他本是憨憨有礼，最不想威风凛凛你去到胯下几滴插土马，随当府你青龙刀，正在那胡老关节嘴里不话用刀上放上草。这是关公，关王爷，我问的是王公子是在哪里？那王公子就是在关王爷的府上了。公子子开出院门不得看，只得落跑在关王庙。哎呀，公子苦了苦的我在后头呢。他头上戴的大空帽，身上穿的
要等王爷去贫道，到夜来新家走上八根桥，他真是度日之年真难熬，只怕三季到来到。你快陪我去见王公子。妈，那王伯伯儿怎肯去放你走啊？这是不是好？苏三姑娘，我倒有个好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快去。我不为账。为了公子，你非常不苦啊！妈妈，你去干嘛？哎呀，妈妈来了，快站起来呀！妈妈来了。妈妈，三姑娘她疯了啊！哎，你懂这是什么啊？我正在劝她，谁知她就胡言乱语起来了。哎呦，苏三，你怎么了？哈哈！妈妈，他把你这个老不是，你这个老不是。他骂你这么晚不死，你这么晚不死，他骂你今天就要死，今天就要死。你们快！天边上降下了一朵祥云。真愉快，原来是居家在宾。你不是还王爷吗？苏三，你醒醒，哪里来的什么怪王爷啊？你们快啊！快王爷生计在，赤兔马上。是那青龙刀。
在关王庙里少换了一姑娘。哎呦，我看清举目啊，关王爷当良哦。哎呦，月王不怕本相，替三姑娘求情啊！阿弥陀佛，关王爷不上，你是放了出山吧？我离开这个关王庙去的玩那一次我把苏山还原，心花落关王爷高香啊！你是放了出山吧？我离开这个关王庙去的玩哟。大家去人苏珊，苏珊，你醒醒，苏珊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关王爷谢礼了。哦，关王爷，他要你立刻到关王庙前去还原金香。哎呀，妈妈，不要多事了，都因为关王爷呀又要发怒了。阿七，这里，陪你弟弟到南面玩意，到关王庙是去还原金香啊。姐姐，苏三姑娘，我在门口等你啊。妈妈，三姑娘穷醒了，5两银子可以借我啦。去！我叫你穷到晚好，一穷就你穷疯了。我忘记你银子啊！哎呀，这是关王爷发怒，与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呀，比我。你说老娘都美。他们光走王公子，也是用的这一招。今日你道公道做得好，钦差关公走三姑娘，
很难一山来的不问风，不把天就把夜想不到三弟真的会来大姑娘，苏三无时无地不在当听公子下落。公子，您今为了他这位环境，哎呀，我的也罢，努力去发现黄伯伯儿兄子孝，狠心将我赶出门，我受尽饥害无耻高。我是为父的家乡啊，救不得的娘，落怕他的有最小。我一人把那妇女不寻找，他们是不念求情发讥笑。我几次上门来找你，报儿子去放不起来做娘，幸亏经过把心做才得下位的怪我命。儿女
林恰屁股妈妈记茶苗，张平张方与张人谁能相见来往你今日做打算？我决心回家尽到去这样才好。夏公子满腹文采，出口认真，只要用功读书，定能进邦的。可是我要回转南京路途遥远，没有船只，是无应当。呀，再贵呀，再贵！苏三早已想到，这些人俩人与公子作为奴婢。哎呀呀呀！你此生三际相处，是王金龙命该恢复啊！苏三别无他去，只有一事。三际军将，王金龙无不聪明。公子啊！迎梦公子来在亲，天涯茫茫女子心。公子啊，我苏三好比花芳人，你把我逼走来。李公子好比蜜蜂采花心，今日花开多美人，蜜蜂梨花不离分，但愿花下三
赛金，万物众生是哦。对对，不能混这大小，黄金龙上不去苏山，叫我不得好事。公子已容了，苏山人才问题一表心意。在您在看，公子非我不去，莫非公子不讲？公是叫见，你如此大报上在你。为难经扎在家营扎。他走吧。这位大爷要听要当臣说声，这位大爷贵姓啊？我叫沈叶莲，本是山西人，家于万婚几我年，2万婚几我年啊，反复来到尽多财。走在西里，牛拉当吹，我是天仙是难人，我年年爱不去，想讨他回去，多小心啊！若当臣不肯见客，留在家里无用啊。他只要去，就答应他，倒可以嘛，趁此机会捞尽一笔身家银子。对，沈大爷。
他本是我绿城院子的要紧事啊，我老来指望将他一你要去他回家去，三个银子苦我深夜里山西府上有名气，今明四山不说起，你是多少就多少，我定要去他回山西。好，既然大爷上去，我也不多啰嗦，做媒的银子嘛，是300两，要当成的身高嘛，是一斗金子，一斗金子，一斗金子。好，我这里有银票一张，你们先拿去。有手叫你，有手叫我，我当才马上随我走。这，难道还有什么条件不成？沈大爷，不瞒你沈大爷说，要当城南望究竟，不肯在这边看，所以嘛，必须用计相骗。原来是此。我倒有个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写一封假信，就是那王金龙他的中文相，要你沈大爷被他动王乱金，这岂不就到了30？好计，好计，早计，大爷。沈老头子又回来了，还打了几年要当出回来啊！你还吃醋吧？哎呀，哪里是吃醋，只是又多了一口严重之地。既是严重的，何不把关进？此话何言？我有妙计，你请讲来。我们先下来是深夜里，还是深夜里，再讲这在你看见我当城，看见我堂城，岂不是一经送上吊？已经送上吊。
对呀，有令相守。我到红东院衙门，即去马通官府。牛蛋子，你为什么见了我总是敬而远之？沈大爷，你为什么还不带我到南京去找王公子啊？牛蛋子，你那次我深夜里为了你花了不少心血呀！大爷，你也在这里？我是叫他蒙衣服的。牛当才，你将做羊肉面端去大爷去。是。大娘给你送来了羊肉面啊！我家大娘真以为啊！牛当才，你也吃一点。我不吃。味道不错，你少吃一点吧。嘿嘿嘿嘿。牛当才，遇到我真的陪你到南京去找那王公子，难道你是骗我？嘿嘿嘿嘿嘿！牛当才，我与你才是了吧？身家林子越更新，美女回来做小心。你是我刚才，我这就是邻居，哪来？大爷，今次以来满环境，苏三大梦四处。陪我去南京，才知别有用心，谁经陈大爷，请你放我走。哪里有这样容易？牛当才，刚进龙里去无定心。倒不是太子为我享福杯，你已是我身家人，再想回去万不能。你说无力气人，我的张长子进衙门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山西老虎去衙门，才不知我。夜里我看你高来高去高去高来高，我不准牛当才，你还是从了我吧？你不要做梦，让我走。哎呦！
不懂，此生难与君相见，再要团圆意。苏三，你一路之上开花烧尽，见鸟脱心，地地口口雨悠悠。哎，去吧，老爸，你不知道我好冤枉你。冤枉！哈哈，我总共到了一时的家常，也不知听到了多少冤枉事，见到了多少冤枉人哦。老爸，我有天大的冤枉，还不如是在等从前天生。哦，想不到你一个小小女子还会有天大的愿望，倒不妨说给我听听。老爸，你听了。哎，苏三，你讲呀。难道愿意真情真爱？看的是宝儿开在四道街，明
不关心家业富少，那你不该下头害死他呀？米中我呀，一路上，你是大娘很心疼。既不是你下的头，是我就在北家起家呢。老爸，苦里我是吃淡人上恐怕是水落石出。不希望你这一哭，哭得我也伤心起来了。哦，不必担心，我们就在这里歇上一会，再过路吧。多谢老爸。唉，这么大的大热天，我唱着棍子酒还要起床，你背着重杆哪接得动？来，我来替你拿下来吧。老爸，想是那日朝廷王法，怎能取得？这天高皇帝远，吃了贼还过什么王法批法？多谢老爸。老爸，你真是个好人。好人，哎，好人连儿子都没有一个。老爸是此女婿，三无儿女，没有儿子倒也罢了，连孙子都没有希望了。老爸是不义气，书上认为命令儿女，你自己想是哦。我哪有这么大的造化呢？死不得，是的，死不得，是的，死不得，是的。弟弟在上，女儿也罢。女儿，弟弟，女儿，弟弟，女儿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女儿，在跟贵人到见面礼，你唱他嘴吧。多谢弟弟。
长门，情侣生涯非人过啊，受尽莫测痛苦身，说什么的娘心他黑，谁愿意将亲生女送长门？定然是生计所怕才无奈，归若分离也伤心，儿哭恩报伤良心，他不该忘恩为你负真情，我为他挣得多少鲜花你，到头来将我没有生一灵啊！报日是又在看下连女啊，不结婚莫上啊门，姑娘年纪当着要点事，到神老之王就当着马路上。带什么良心，说什么爱，还不是王君把人为神听啊！三苦恩负上生意里，他不该表面带来一对金，美人家人三八两，爱我三西人这种人真是该死，有两个秋天就三七四七。从台湾红洞园，爱我冤枉这也难怪，一个男人讨了两个女人，迟早要进去出海风光的。常言道，千里走关只为财，官不太早，岂不要亏失老本？你不走，他只好有赢；他一到，你就走，他的道就退了。哎，苏三啊，你怨天怨地有什么用哦？我有事有想有苦在红洞园什么？红洞原来无好人？那不用说，我也不是个好人。来来来，把这个打上吧。嘿，我的指望儿出彩去，地里一旁路起身，我走上前去忙陪你。
弟弟。弟弟呀，为与呀你老弟好女人，我那么生气，弟弟，对吧？哦，弟弟慢来。谁与外地姑娘向先生我与王公子分别之时，在人间里下日了，是今带我去做高人呢。此次也好，对吧？女人，前面大老爷到此来了，你那万载之身倒入重蹈难免避月之苦。来来来，快再为我多比一把。
他小白是你知道，实在不来，那今天拿下去不成，就难唱。外务苏三上道。好有一笔你走嘞，正好比鱼儿落马，有去无回转
在。怪物因我不得取得来，有才不管对，十六岁得取得来。请大人。哎呀！有点头昏。请问大人，此案何问？此乃是女所生命的案子，哪有不问之理？大人真是爱民如子，此次你我大家同生。二姑可有到？站上来。问你可有上？你是有，叫你站上来，又是无，这是无道理。你是不叫我来，看哪一时候？老大人开一席之恩，将万物帮忙结束开讲，万物总是究竟也是明目。请问大人，此意可免？免。来，帮忙批手开讲。是。外公早上之上面一说来。
啊，两王在退，老下是门啊，是哪？门啊，门哪？讲吧，我欲看初次见三万里，千一杯香山情，红人想那王公子初次进园，见面银子300两，请一杯香茶酒斟。以我看来啊，嘿嘿，可以算这是一个大大的可靠。哎，哪里是可靠？分明是王门中吃了个败家之身哦！叶兄，你不看的呀？那王公子可以说这是一个可靠，算不得，算得，算不得，算得。哎，叶兄，大人是算的吗？你我修实是算的呀，算得。难道你贴的银子，穿的银子不成？哎呀，你兄，现在园中是有花的。哎，大人，你怎么知道他的花笔？这上知道你写的花笔。哦，这上知道你写的，哎，不是大人知道的。我就生他的画笔，画笔。遇见盗用的表康，讲。
报信，我身大文人去托爱情人。你可曾见到王公子？我与他姑娘的容相会，好头痛哭在剧情，神仙定相分师妹。弟兄，人想那岳当成都是固有义气的，如见得想那王公子已经穷途落河，衣衫褴褛，那岳当成还与他在一起求经，定下了黑日三门，岂不是固有义气的吗？哎，哪里是有义气，分明是常人之物，家庭虚拟哟。穷途落河再去究竟，定下了黑日三门。二位弟兄，那若当成苦酸的，一同成一生大人说他有义气吗？你莫兄说他有义气啊！我当发公子去观他，恨他名字为暖金。他路上他也自己一无天庭，二无等称，用手下来300余年。对呀，这次黑夜自己一无天平，二无等称，用手下来是只有300余两。哎呀，原来大人说的是300两为300两。弟兄，我们生下去，生下去，家。老公子为暖金，我在暖楼上有病。公子比我过去去，鸟当成列子不家人。公子的子不去去，鸟当成列子不家人。那也不难听。是人我家人，我儿
红洞元帅会千两，也有分账800人，上当先当48，这不金的白子难用在一呼成造人，百无本当不少人，大浪一笔当作无数我必须为我发声神啊人啊！素帅，你在剧中治疗几岁？在剧中治疗1年里，有人前来观望，谁来看望一人？那王八宝儿里，王八毛儿早已那自信的王公子，他与我才不及有情。一天杀与王公子，你可认得？一日杀与王公子，亲杀给你一生的情。那你那王公子，与你无所生传道，好不来人呀！杀人记得公子名，我总是举起一段心灵。哎呀！四三郎当许久情，都是内急衰自心，他句句都是真心话，我岂能听到心上开无情自当下为泪相我不掉了，不用苏三，你的爱情本过一时，待等身份清楚，是为水落石出，你再去下去吧。是。这档官司一同意，牛当称车人放宽心，谢大人。哎呀，这大人好是去亲人，莫非是我那三郎不公理？是公子就得将我认定，王法漂亮，不用明亮，不上谁失去自心话，看他自己不自己。好来，有了才好比化妆人，那王公子必出来，王公子好比迷蒙在花，想当初花开多美人，蜜蜂与花不离分。
到是金花香已散落，蜜蜂一去无影。带个名人必须并不此案，并不此案，理当是此，理当是此。回答。王金龙出得进来，一路之上刀斧当庭，三地下路，想不到赛地却顺遭不不自愿。我就是拼了这一顶乌纱，也要得救于他。若当锤死他，就是金人，不负金官大人。因此应化女子为妻，有所关系。九大人，你我上天，举本身上。哎呀，刘大人，此话错也。出在哪里？似乎官场是西茶，女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刘大人不必过于诚实，那王金龙长远且地归为情恩，你我位在他乡，从长责他不理，就是告到了他，这把父亲恩也不为娘你去做，不必接下这个冤仇。刘大人不妨三思，以九大人之见，那个让臣既是冤枉，你我就为他平复此案，开审岳当臣，这身虽太真臣前于他，这样一来嘛，你我到上有高升之望啊！相问啊，叫上来团结，会人来。是谁？是我。你来做什么？是来团结。探望什么人啊？探望三姐。三姐，这里没有三姐。啊，探望岳当成。岳当成，你是他的什么人？我是他的弟弟。岳当成的弟弟。哦，王八的儿子来了。奶奶。什么？考三七三，考四七四，开门迎子啊！哎呀，你今个要我？你什么？你什么？你什么？你今个要我要当成弟弟的银子？今天就是把父亲ord来了，老娘也要他的银子。好，经理，哼，看你到识时务来。好。
夫妻，哼！其实妈妈说不，就请你在应个方便吧。看你说的口里就方便你们吧。三姨呀，才刚为生，三姨今不能相为家里人送一推荐来亲人。花季公主托应人公子不传恩爱深，富贵过万举世情可怜我也不把他眼里呀八月三日七彩的王冠衣，不宁可不在不定不什么，要进三一层那门。吕大人、崔大人前来说起，快出去吧。哎呀，大人前来做节目走了。来吧，三弟一定为你平不此爱。你主人在官谁是定了？我啊，他是女扮女当出的弟弟，到此何事？前来团结，生意团结1万精力，来与我拿下。且慢，到今个有的是了吧？我乃是不服定而望金龙大胆。我冒充警官大人来，掌声上前，开国明碑。哎呀，我警官大人背着背。哎呀，该死该死！为着人真有只要见他，想不到这次巧遇会了。为着人一向有当陈培愿有恩平反了气，胸盘上皆生于彼此，以怕人捉拿归案。也就是方有当陈其他人提他的，看来是不会拿我希望背着背还要自负一直背人，好被洗下了。容易一杯好酒也。大人从官之去，二位大人美丽，向我用情不忘，那你给我快来给我二位拿杯。奇官，请大人。